最近咧國際局勢緩和，印巴衝突降溫，中美貿易戰緩解，點解香港依然咧係財富增值嘅選址首選？等我話俾大家知。第一，地緣風險降低，印巴停火，中美貿易戰，資金更會回流亞洲。香港作為中立嘅金融港，受惠最大。資產管理者全球網絡，幫你把握機遇，同時分散風險。第二，資產管理者嘅雙幣優勢，港幣同美元掛鈎，保證穩定；人民幣投資選項靈活，直接投資大灣區。獨家環球資產配置技術，資產管理者能自動平衡風險。第三，專業嘅管理嘅新機遇，資產管理者專家團隊24小時監察市場，外資重新流入港股會自動調整組合，中概股紅利能第一時間捕捉，所以香港嘅財富增值係首選嘅地方。